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所有徒，把李欢推出午门斩了。皇上，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所有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别的人暂且不宜动，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。先杀一儆百，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、欺压百姓不？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他还暗杀朝廷官员，谋害后妃，其9族共计672人，都当斩。龙小弟，672人，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？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，不过朕以仁治天下，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。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，为什么他犯法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刘德昭啊，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朕倚重的老臣舒建，他更想行刺于朕。朕不诛他9族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诛9族？龙小弟，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？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？李欢，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，这是大清的律例，朕也必须遵守。你要是于心不忍，不愿帮朕草诏，那就朕亲自来写。别了，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？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，还是我拟吧，我拟。所图，奴才在。山西巡抚刘德昭一案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刘德昭贪赃枉法，罪行累累。他不但私自侵吞朝廷的赈灾粮款，还圈地占地，危害一方。刺杀山西总兵舒建，甚至行刺皇上，实乃罪大恶极，罪证确凿。刑部已经把他和同伙33人押往菜市口问斩了。那他的族人呢？刘氏一族，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3000里。这怎么处置的如此之轻啊？是，皇上，这刘德昭犯的可是滔天大罪，本应诛9族的呀。一律，刘德昭适当诛9族，但是朕念及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并不想多造杀孽，以便为太皇太后积福。皇上以仁孝治天下，乃天下之表率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退朝，所图留下。这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所图，奴才在。这回刑部量刑，为何如此之轻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刘德昭罪大恶极，就算是诛他9族都不为过。可是皇上旨意说，其余族人从轻，切切不可累及无辜，所以刑部以为圣意如此，所以就将其轻判，只是将他们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朕下的旨。是啊，皇上，难道您忘了那天在御书房，您拟的旨，然后世淑姑娘亲手交到奴才手里的？
您的意思是要将刘德昭一案发回重审吗？不必了，刘德昭和他的同党都已经砍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盖棺定论了。你先跪安吧。这。哎呦，皇上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！谁把门槛垫这么高的？赶紧给人削平了！这，小德子还不去取传公家，快！再不削平，朕就削了你的脑袋！这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糟了，难道东窗事发了？你在外面等着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这。龙小弟下早朝了，喝点茶吧。一大早发这么大火啊！天威难犯，是谁这么不懂事儿，惹龙小弟生气了？你还知道天威难犯？你这个笔墨诗书的差事做的是越发的好。是不是刘德昭的案子结了？结了。刘德昭和他同党砍头，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这个结果你可还满意？哎，后宫呢不得干政。虽然奴婢不在皇上的后宫之内，但是奴婢也是个女人呐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怎敢胡乱议政呢？不过皇上既然这样处理，肯定有皇上的道理啊。李欢，你别以为朕宠着你，你就可以恃宠而骄。你竟然敢矫诏给了索额图一道假圣旨！我就知道奴婢这点江湖小把戏，肯定瞒不了英明的皇上了。是不是索额图跟刑部的人发现那道圣旨是假的，要杀刘德昭全族啊？要是发现了，你还能在这儿？早就进天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刘氏一族老少全都安然无恙了？李欢，你是真傻还是假聪明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矫诏也是欺君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这件事情要是让文武百官、太皇太后、后宫的嫔妃，甚至任何一个宫里的人知道，你就算有10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奴婢矫诏的确不对，可是皇上，滥杀无辜、大开杀戒，难道就是对的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知悔改，反过来指责朕滥杀无辜，你是不是以为朕真的不敢诛你九族？奴婢根本没错，错的是皇上。反正奴婢的族人早已流散四方，根本找不到我。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如果皇上真的气不过的话，那就砍了奴婢的脑袋吧。奴婢绝不皱一下眉头，用奴婢的1颗人头换600多颗人头，值了。好，真英雄啊！那朕今天就拿你这颗脑袋去换刘氏600多颗人头。来人，传索额图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皇上这么多年都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是不是因为世庶姑娘？除了她，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索额图到了吗？还不快给人滚进来！这。皇上吉祥。索额图，把李易欢推出午门斩了。
啊？世淑姑娘犯了什么事儿？皇上要砍她的头啊？总之是砍头的大罪。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快去！皇上息怒，皇上三思。你啰嗦那么多干嘛？啊？这让你去就去。这把头砍了，我看你还逞什么英雄！走吧，世淑姑娘。索大人，皇上真的要出斩世淑姑娘？皇上是这么吩咐的。皇上虽然是这么吩咐的，但是咱家斗胆建议索大人，暂缓行刑。索大人也是聪明之人，应该明白咱家的意思。行了，多谢李公公了，你说的我心里都有数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你为什么不问皇上为什么大发雷霆，要砍我头啊？我是不敢问，也不想问呐。在这宫里头，事儿知道的越少，越安全。皇上不会真砍我头吧？哎，姑娘啊，这次山西之行，我心里看得很清楚。皇上心里对姑娘那是非常看重，姑娘啊，可不比其他人呐。如果今天我真的犯糊涂，砍了你的头，那接下来皇上就该来砍我的脑袋了。那姑娘放心，咱们呢就这样慢慢的溜达，说不定我们还没有溜达到午门，皇上就派人下旨要来赦免你了。索大人，前面就是午门了，这皇上万一还不派人来赦免我怎么办啊？那我可就只能执行圣旨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您真的要砍我头了？万一您真砍了我，皇上又后悔了呢？我说了要执行圣旨，可是执行圣旨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啊。要砍你的头，那得有刽子手吧？这刽子手从住的地方走到午门去，他需要时间吧？啊，刽子手来了以后，那得先磨刀吧？这刀磨好了，送你上路，得给你吃口上路饭吧？饭做得了，给你端上来，你是一勺一勺的吃呢，还是一粒一粒的吃呢？总之，我是不催你的。那如果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派人来赦免我呢？哎，这天黑了，皇上还没有派人来赦免你，但是他也没派人来催问，那咱们就还有办法可想了。奴才这就去。
刀都磨了一下午了，会不会磨断了呀？没关系啊，这把刀磨坏，咱们换一把刀，接着磨呀。来，快吃吃。嘿嘿嘿，多吃点。皇上，你消消气儿啊，喝杯茶消消气儿。这谁沏的茶？怎么那么难喝？是奴才的徒弟小德子沏的。你怎么教徒弟的？连个茶都不会沏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皇上的茶通常都是世淑姑娘给您沏的，小德子他一时半会儿掌握不好火候，求皇上您饶了他这回。哎呦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的福啊！你还知道啊？你还知道朕离不开那个小丫头？那刚才朕要砍她脑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替她求个情啊？啊！朕在这急得团团转啊！你个老东西，一声都不吭你！哎，你在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！不，皇上，我这不是想让您冷静冷静再说吗？那奴才现在求情来得及吗？哎呦，索大人不会现在把宜欢姑娘的头都砍下来了吧？索图要是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那朕真是白疼他了。啊，难怪皇上让索大人来执行圣旨呢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挺机灵。哎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现在知道怎么说了吗？哎，知道。还不快去！哎，奴才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哎，皇上息怒啊，皇上息怒。长进倒是不少，这面的针脚好多了。索大人，你说皇上不会真想杀我吧？这样跟你说吧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天威难测。哎，没事啊，赶紧吃吧啊！我就知道，不能相信皇上的话。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永远不会砍我头呢，没有想到言犹在耳，现在就要砍我头了。呸！哎，索大人，喏，说着人来了。索大人，哎，李公公啊，皇上有旨，把李易欢带回永乐斋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那奴才遵旨。李公公，皇上不生我气了？那还用说，本来皇上是龙颜大怒，是我拼了性命不要，在皇上面前苦苦求情啊，皇上才让我把你送回去。姑娘，你再回去以后，可不能再忤逆龙鳞了。姑娘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谢谢李公公。哎，那行了，那咱们就走着。皇上，世淑姑娘这一路上都悔恨不已啊，她恨不能要以死谢罪。皇上，我看得出来，世淑姑娘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您就饶了世淑姑娘这一回吧。既然她已经知道错了，那朕就先留下她这颗脑袋。皇上圣明。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朕要好好亲自审问他。这起来吧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，奴婢擅自矫诏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
可是那日在御花园，皇上以龙三的身份跟奴婢一结金兰，还对着月亮发过誓。皇上跟奴婢相差1岁，同月同日不同年生，但愿将来要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果今天皇上砍了奴婢的脑袋，难道皇上要陪着奴婢一起去吗？你还敢提那档子事儿？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无法无天的吧？可是你别忘了，那日在刑场，你可说过要跟朕断绝结拜情谊的。那次不算，那次是以为奴婢要被砍头了，不能连累皇上跟奴婢同生共死，所以才狠心说要断绝关系。皇上明明都知道这是奴婢用心良苦，为何现在用这些话来堵奴婢的嘴啊？你少装委屈！刚才一副豪气冲天，要偷一颗要命一条的样子，现在在这儿装什么怂包呢？奴婢没装怂包，奴婢是真的委屈。皇上金口玉言发下结拜的誓言，难道奴婢说断绝兄弟之情就真的能断绝吗？朕明白了，你就是算准了朕不舍得砍你这颗脑袋，所以就如此胆大妄为是吧？奴婢无依无靠、无权无势的，唯一能赌的，也就是皇上的舍不得。难道奴婢错了吗？皇上真的能舍得吗？皇上，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候的情景吗？人们都说朝廷无道，民不聊生，可为何京城是如此的繁华呀？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，让一让，让开！他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。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，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那个时候，奴婢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老成大器的少年，就是当今的皇上。可那个时候的皇上对鳌拜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的暴行亦是十分不满。可为何如今，皇上也要动不动就诛人九族呢？你怎么能拿这跟鳌拜比呢？鳌拜杀的那些犯人有多冤枉？刘德昭难道也冤枉吗？杀刘德昭不冤，可是刘氏一族也有毫不知情的老人跟妇人，还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啊，他们何罪之有？皇上，奴婢并非恃宠而骄，也没有干政的野心，奴婢只是不想看着皇上的刑罚变得如此严苛。如果说奴婢矫诏冒犯了龙威，那当时在山西呢，皇上冒险抢劫官银官粮的时候，难道也是有意挑衅皇权吗？皇上还不是出于一点点人心，怕更多的无辜老百姓饿死吗？你少在这花言巧语。朕今日虽然不杀你，但是必须要罚你，要不然指不定日后你还会闯下什么了不得的大祸。来人啊！奴才在。李欢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把他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。皇上，世淑姑娘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逃了回来，她的脚伤刚刚好。世淑姑娘身子弱，这40大板她可经受不起啊！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世淑姑娘吧。老东西，这会儿你知道求情了？你会错圣意了，还不快去！这……慢着！皇上，您还有何吩咐？不用把人拖到掌心太监那儿，让人把板子拿到永乐斋来。这……皇上，你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啊？要不然呢？
那日奴婢不知天高地厚的打了皇上一巴掌，太皇太后要罚奴婢手板，当时还是皇上跟奴婢一起作弊，逃过了惩罚。难道今天皇上真的要惩罚奴婢吗？朕上一次就不应该帮你，你若是受过一次罚，只怕就会懂得收敛，也不会犯下今日这等大罪。好，只要能让皇上出气，奴婢愿意受罚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你们都下去吧，这要亲自罚。这。皇上，您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一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小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打吧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我真打了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回点皮儿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，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。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啊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行了，别废话，
把手伸出来。我不。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呀，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不出一声。要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皇上，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或者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，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，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，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，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啊！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
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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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，快传太医！